Rano dostanu nung vrać mei lazinu adi chinayanu sara Marathi ukri auda Marathi patraski mei dagu chinayanu ta da Afghanistan pazalapuri au khakuri anzuruna ukudal. Nu dui da Afghanistan parda ce nazara lare. Rashi lama sara yazaye waure. 看完之后，我觉得阿富汗就是一个风景特别辽阔的国家，就感觉跟我们国家的新疆有点像。因为我之前去过新疆，然后觉得那个草原呀、山川呀，就让人觉得感觉特别有大自然的感觉。因为之前可能在脑海里面更多的那种景象，或许是可能就是边陲重镇里边的一些断壁残垣，但是现在看到里边也有很多美丽的山水风光。然后也有很多就是现代的城市车水马龙那种很欣欣向荣的样子，就是感觉前后这个印象的对比还是挺大的吧。没有想到它也会有这么繁荣的一面，繁荣宁静的一面。阿富汗我感觉很美，很有那种想到阿富汗去看一看的那种念头和那个愿望了。希望我有机会能到阿富汗看一看。我觉得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非常美好的一面。其实呢，人民应该生活更幸福，只不过呢，这些没有被世人所知。大家关注的点呢，还是说关注他们两方的谈判呀，然后呢，可能一些是正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恐怖袭击啊，其实都是负面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报道他们更正面的一些东西。看过你照片之后，我认为现在的状态比我原来印象中要好。比如说在繁荣度上啊，在这个甚至风光上，我觉得比我原来看的还好看。